当年旧历10月的放假大拜拜是台北市三大重要祭典之一，是放假的百年传统，未输是地方的小过年。这几年的放假大拜拜也结合市集、hiphop 音乐等等活动，吸引少年人。下暗7点半，公视台记青春带人要带观众朋友到店来去放假，体验传统安怎配合创新。每一年放假青山宫举办的放假大拜拜，是台北市三大重要祭典的活动之一，嘛是台北唯一的每一年拢举办的世界活动。对真侪放假人来讲，这是传统的历史文化，嘛是因真重要年度的大代志。所以为什么放假人来讲，这敢若是阮的小过年同款哦？因为阮会感觉阮放假大拜拜过，阮才会开始准备要真正要过年，这是阮放假人的习惯。 你会输掉，然后等一下跑去那边开始挤捷运。但我现在看你，你等等跑到龙山寺，结果等等。在活动现场的菜市仔内底，一群少年人当地比 rap， 放假大闹热 hiphop 的舞台，在青山王爷孙进行举行，为放假带来闹热少年的活力。这场菜市仔内底 rap 的比赛，和传统甲厝文化相并结合，结出无同的风景。其实嘻哈，它的精神。 就是有一点要 battle， 然后什么都可以挑战。好，那其实也很结合万华这边很多元，然后很生猛的一种感觉。你好，你好，带什么东西？水果蛋糕跟寿桃蛋糕。过去的放假大拜拜，拢会用板刀或者细族群会当食一顿饱。这款的精神，嘛有少年人传承落来，一人一出菜，为社会弱势的人、伫个寒人带来温暖。我感觉放假的人、家内的人，遮拢特别有认真味。 我是感觉，若一句话要形容团结，大家拢足团结的。青山王爷孙起鼓，西景顶头对咧向前行，祝福放假这个百年的老城区，民间的文化会当继续传承落去。这少年人的创新，嘛互放假更较有热情，更较有活力。记者陈雅顺、梁新伟台北报道。